首先打開 Chrome， 然後搜尋 Obsidian， 打開 Obsidian 嘅官方網站，然後佢 Get Obsidian for Windows 呢個選項。而家只需要佢 Download for Windows， 之後開個新分頁，搜尋 Google Drive， 再打開第一個網站。而家去到下載選項，枕落去之後嘅 Download Drive for Desktop。而家向下拉少少佢，安裝 Google Drive for Desktop 嗰度喺 Windows 選項，然後下載。等緊嘅時候，打開 Obsidian 安裝程式，記住佢，任何使用呢部電腦嘅人都可以用呢一個選項。而家冇下一步，再喺 Windows 度確認。而家只需要佢安裝，等佢安裝完成。而家喺 Chrome 佢下載分頁，再睇 Google Drive 喺 Windows 度確認，然後佢 OK。而家關咗個瀏覽器，再搜尋 Google Drive。而家打開嘅，記住要登入，因為我已經登入咗。而家你要確保你嘅檔案夾入邊見到 Google Drive。而家打開 Obsidian 嘅，以資料夾作為保險庫嗰個選項度嘅打開。而家去呢部電腦，打開 Google Drive， 再入我嘅雲端硬碟，然後開一個叫 Obsidian 嘅新資料夾。我已經開咗一個，然後打開咗，佢選擇資料夾。而家你會見到我哋應用程式入邊做嘢嘅，都會出現咗你嘅 Google Drive 檔案入邊。